今晡的下晝圖書館有天獎座談會哦，邀請5家師資共下來參加。請問係乜嘅天獎咯？今晡日會表通會放上市，天獎開拍過後，有一個新品公司會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哦，您安用心，還有請公司來圖發通。係啊。因為呢個天獎係用童話故事關心刻板印象，對某共款性別物種也係促進嘅影響，鼓勵大家莫撇偏見，所以我有先生同台人師資共下討論。假如大部分嘅邀請，我會同師資共下來去看。到3樓兒童4天時2點開始用天獎。安尼哦，羅蘭，看你請見客，你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幾個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得入麼？天獎、電影、座談會、座談會、座談會、邀請、放映。新品，華語會將性別平等簡稱為性平。我們來學一次完整的說法：性別平等，性別平等，分享，偏見。引導或是帶領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接送用到嘅機器。下晝圖書館有天獎座談會。下午圖書館有電影座談會。下午圖書館有天獎電影座談會座談會。下晝圖書館有天獎座談會。下午圖書館有電影座談會，邀請5家師資共下來參加。邀請您跟孩子一起參加。邀請您跟師資孩子共下來一起參加。邀請5家師資共下來參加。邀請您跟孩子一起參加。